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品荣。新闻首先带您看到高雄车站开发进度再往前推进。过去历经2度流标的转运站招商案，这次终于顺利标出。未来东西两侧空间将分别规划国道客运与市区公车转运站。不过，随着转运机能逐步到位，车站周边交通负荷是否能跟得上，也引发关注。高雄车站商业大楼标出签约后，再度传来好消息。天棚翅膀两侧底下的公车转运站，目前已经确认顺利标脱。台铁预计4月下旬将邀集得标人以及相关单位召开会议，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直接签约。周边居民听闻消息，也都表示相当开心。常常在这边出入，都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要开放？所以是等很久这样。对啊。最近听他终于标出去了，你们会蛮开心的嘛？这样子。对啊，很开心。公车总站的话很好啊，那这样比较有人潮啊。车站东侧空间为国道客运转运站，室内商业空间约2200余平方公尺，西侧则为市区公车转运总站，有480平方公尺的空间。去年接连2次招商失利，如今顺利招商。未来除了整合公车路线，也有机会带动周边人流与商机。你这边都是做生意的比较多，出入什么的感觉也比较方便一点。要进去火车站哦，就直接电扶梯下去就到B1了，对啊。高雄火车站跟那个客运转运站的那标了嘛，所以希望说市政府在整个商机跟那个都更的角度加快了，更符合市民的期待了。因为在整高雄车站施工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真的长辈已经等了，有些人都已经走了啦。不过转运站启用过后，也代表周边的车流即将明显增加，尤其铁道街一带，未来将会有更多大客车进出，交通负荷恐怕会随之提升。配合高雄车站整体开发与大都更计划，相关的交通动线与配套措施更需要提前规划与检讨，避免人流进来了，交通却跟不上。那我们车站周边目前现有的道路，他们能够有多少的容受量啊？我想这个都要进行一个评估，所以也在这边呼吁交通局跟相关的施工单位应该要尽早来开会来评估，看看未来这里大型车辆进出，那对于我们在地居民的冲击影响然后以及我们这边很多的行人嘛、机车族等等的会不会有影响？从流标到顺利招商，高雄车站的转运机能终于能够顺利推进。不过在带动人潮与发展的同时，交通冲击与周边承载能力也将是下一步必须面对的课题。后续规划能否到位，将会是转运站能否发挥效应的关键。记者安君高雄报道。众所期盼的凤山三井拉拉铺，目前外墙已经部分拆架，露出白色的整体结构，并持续进行内部装修，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幕。另外，空中凤城也迎来了商店进驻，地方期盼2座商场能够成为双核心，加速带动凤山的整体发展。吊臂升起，工人们加紧施工。凤山民众引颈期盼的三井拉拉铺，目前工程进度顺利，外墙已经部分拆除，露出白色新颖的外部结构，相当吸引目光。由于要赶在年底开幕，因此仍持续进行整体的内部装修。另外，空中凤城也终于迎来商店进驻，地方期盼2座商场能够成为凤山经济双核心，加速带动繁荣发展。拉拉铺这边，我们凤山一个核心嘛。火车站这边也是个核心嘛，那我们双核心就可以互相呼应，所以我说把捷运站连接起来，其实这整个交通整个商场它不一样的特色凤山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个双核心我们一定会把它做一个连结。三井奥莱它这边盖起来是非常漂亮非常的期待赶快盖好可以逛街这样子。会增加人潮啦，各商机都还很不错。三井奥莱开好了，我们凤山就繁荣起来，也带动我们附近的人口有就业的机会。包的公司总是好的啊，地方老部落嘛会当都更啊。整个百货公司那个 MIL 就已经有那个感觉了。以前奥莱我们都要到去日本，要坐飞机啦、爬山、过内去到那些设基本上不变啦，基本跟我们在地的生活就结合在一起了。只有那个三井奥莱啦，为我们来高雄凤山中城的一日游，吸引到南来北往的一个中继站的停驻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双引擎的一个概念，2个引擎跑起来会更加顺利。虽然地方期盼，但开幕初期交通仍是一大问题。尤其澄清路捷运黄线已经进入车站的实体工程，目前周边行车速率已经明显降低，因此鼓励大众运输才是重点。另外，为了串联凤山车站成为双核心，
车站招商规划与连接步道的设计，便成为日后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台铁车站在做规划，那等规划好之后，我们会把这一片用曹公圳一个浪漫一个悠闲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曹公圳，把火车站跟捷运站连接起来。有去日本旅游，在他们的火车站看到他们车站跟旅馆结合起来，让旅客来到我们的凤山火车站，下车站就可以住到一个便宜又舒适、环境非常好的环境。说开幕的话，一定是枝叶茂盛的方法都在线，可是会带来的一些我们可以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交通治安，还有那个环保的问题，这个也是要请我们相关单位，要做提早的规范。由于和高雄主要百货都有一段距离，拉拉铺的即刻潜力不小。第一个完整年份业绩目标应该至少是高雄百货商场排名前4。地方期盼年底能够开幕，一同与空中凤城创造出属于凤山新一波的亮眼经济成绩。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盐城地区传奇老商场大兴百货的旧址最近传出易主的消息，今年1月以总价约1亿元售出，目前规划将先作为停车场使用。虽然能暂时解决地方的停车需求，但在地议员也认为更期待未来能够重新活化，再现昔日百货商圈的繁荣景象。位在高雄盐城区的大兴百货是许多老高雄人的共同回忆，只是在民国105年春节期间，一场大火让整栋建筑烧成废墟，之后拆除便闲置至今将近10年的时间。近期传出土地已经以1亿元售出，也让不少民众开始关注当地未来发展及区域行情。如果说主干道像五福四路这种主要干道的话，成交价应该都落在120、130左右。对，那如果说是向内的话，比较没有办法做生意等等是住家的部分的话，就可能落在60、70、70、80左右。高雄大兴百货在民国47年开幕，是全台最早拥有电动手扶梯的百货公司，曾经是盐城最热闹的地标。不过随着人口外流及商圈转移，最终在民国99年结束营业。105年大火后，建物成为废墟，隔年拆除后便一直维持空地状态。如今传出易主并划设停车格，也让不少地方民众感到相当不舍。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期待能够再看到大兴百货能够再次的风华再现。那但是目前听说好像会先暂时做停车场之用。那当然停车场也是在地很大的一个需求，但是我想呢，如果说它能够再把大兴百货重新再现的话，我想会是更多市民朋友的期待。随着亚洲新湾区发展，加上駁二艺术特区、战二库等观光人潮持续带动，盐城地区逐渐出现经济成长的契机。不过，如何串联新旧城区发展，让老商圈重新找回活力，也成为地方关注的重要课题。其实我们的盐城区就是会分成新旧2个区块。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駁二战二库这附近以前的咱的库港咱盐埕埔这个旧的这些很繁华的社区，目前呢确实可能面临到就是比较少的年轻朋友，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把我们这些到駁二特区的这些人流，然后透过这整个活动的串联，让这些人他也可以步行直接就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原本的盐城区，然后让原本的盐城区的这些商店街能够风华再现。大兴百货旧址紧邻捷运站口，距离駁二也不算远，地理位置相当优越。未来是否有机会能重新兴建百货商场，或是转型为住商大楼，目前都还没有定案。地方期待能够透过有效活化，带动盐城后续整体发展。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台积电除了进驻高雄楠梓外，也传闻可能会进驻白埔产业园区。对此，在地议员表示，曾经有听说，因为白埔产业园区位在冈山与桥头的交界，是高雄市半导体 S 廊带的关键一环，估计未来可带动年产值约3000亿元，创造4500个就业机会。
白埔产业园区位于冈山桥头交界，今年1月完成都市计划变更，经济部于3月核准设置计划，是高雄市半导体 S 廊带的关键一环。外界传闻台积电可能进驻白埔产业园区，因此当地民众也相当看好未来发展前景。这边那个白埔农场，现在在这边已经成立，那个台积电有一个副厂在这边，如果政府要早一点的规划，早一点完成，对我们社区相当的有影响，相当有发展的影响。盼望政府早日完成这个工作。也好啦，这是你啦，有人为了这发展，这是较闹热啦。外界盛传台积电将在白埔产业园区设置1奈米或1.4奈米厂。议员方信渊强调，产业进驻不应过度保密，若已有土地和合作基础，是否应该可以对外说明方向？今年3月份已经终于定案了这个产业园区，但是今天比较大家里面比较关心的就是产业园区到底哪一个产业要进来？四五虽然说有半导体要进来。但是半导体有那么多的半导体，到底是哪一种半导体？这个才是我们地方最关心的啦哈。外面传言有台积电也要进来1.4奈米或者1奈米的产业要进来，这个民众我们市民朋友更期待啊！大家都一直赶快了解说这个产业园区到底什么时候要正式公布，它哪一种厂商要进来？不过，目前白埔园区连外交通高度依赖省道系统，和邻近的桥头科学园区缺乏有效串联，恐怕会导致交通拥塞。因此，议员也要求加速规划60米连外道路，并建议延伸到台17线，才能有效提升整体运输量能。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不用搭飞机也能吃到陕西的特色美食。远嫁来台的老板将家乡的好手艺带给高雄饕客。自制的肉夹馍与凉皮虽然每日限量，但正宗的好味道依旧让人一吃难忘。打开烤箱，金黄酥脆的馍映入眼帘，随着老板动作轻轻堆叠在竹篮中，用剪刀将烤好的馍缓缓剪开。淋上特制辣酱，再放入咸香的卤肉碎末。来自陕西的特色小吃，如今在高雄也能吃到正宗风味。点的最多的就凉皮、肉夹馍，肉夹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对，现打就是每天都是现做的、限量的，对。凉皮也是限量，因为它不能放，就是不能隔夜，所以说我们都是当天的量卖完就没有了。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是软软 QQ 的，就像那个台湾的板条有点接近了，可是说它比板条的口感会好一点。营业时间刚到，客人便已经迫不及待的点餐。店里除了能吃到肉夹馍与凉皮，还有各式特色的陕西美食，每一样都是老板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如今小店开在热闹的瑞隆路上，也带给在地饕客更多元丰富的用餐选择。想开这家陕西凉皮的目的就是想着有很多远嫁台湾的大陆姐妹，然后他们就是也有时候也是跟我一样的心态，想着想吃家乡的美食，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想着这个我也很多家乡的美食我也很会做了。那我干脆就想着做个美食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今开业3年多的陕西美食，靠着一份份口感酥脆、馅料扎实的肉夹馍与特色面食，也在前镇区站稳了脚步，深受到在地饕客的喜爱。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南科营业额年年成长，附近人口逐渐增加，但缺乏大型医院。奇美医院去年3月斥资30亿动工新建南科奇美医院，近期开挖时却发现疑似大片遗址而被迫停工。奇美医院证实，第一时间已经主动通报主管机关。台南市文资处表示，基地临近石头埔疑似遗址，已出土大湖文化的相关陶片，且史前文化层有向未开挖区域延伸的情形，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本该在施工的南科奇美医院工地，如今却正处于停工状态。原来是今年3月底开挖地下室时，发现了史前文化遗留和灰坑，最长约有3公尺，以大量陶片为主。考古团队初步研判，是距今3300年到1800年前的大湖文化。大湖文化的特色，他们其实最特别的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到是一群用黑色陶器的人。那这群黑色的陶器其实所代表的意义是跟它在甚至在早期或中期的红色陶是完全不一样的烧制技术，所以这也引发我们很多考古学家会很好奇，说大湖人到底他们的来源也好，或怎么掌握这群新的技术也好，都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探索的事情。大湖文化是台湾西南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南科大部分的遗址也多是大湖文化。文资处指出，即便施工前已经做过调查，也避开遗址范围，但这次挖掘显示史前人类活动轨迹非如我们所想象。目前专案小组会勘完后，将启动紧急抢救发掘措施。考量雨季已经快要来临，整个工区的一个安全也不能够开挖面暴露太久，所以这部分也请这个工程单位这边来做一些配合。但我想，因为所剩下的面积并不是太大，我想处理起来应该蛮快的，那个整个对于工程的进度影响应该也是有限。面对施工过程挖到遗址，奇美医院强调将全力配合主管机关以及专家学者建议，审慎处理相关事宜，兼顾文化保存与公共利益。记者邱怀谈的报道。台南市政府近年来与区渔会永续舰队办理台南沿海海洋保育、海域巡护与渔业资源富裕，获得了不错的成效。不止在安平外海科棚看到，也拍到了珍贵的中华白海豚，显示台湾西海岸重要渔场已经有初步的富裕成果。为呈现台南沿海海洋保育、海域巡护及渔业资源富裕成果，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渔港所与台南区渔会日前召开海洋共护、科棚生机在线记者会，包括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台南市副秘书长殷世熙以及区渔会理事长、总干事都到场出席。现场也首次公布3月份在安平外海科棚海域所拍到珍贵中华白海豚画面，显示海洋保育成果。白海豚啊！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白海豚，那时候玉兴传给我说超开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其实会叫妈祖鱼嘛，就是大概差不多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那刚好那个东北季风比较停缓的时候，就会看到刚才这样子的那个白色、粉红色的那个身影在海面上出现。那它的出现其实真的最代表是这一块的水域或者是这边的海域是有生机的，所以它才会在这边。所以大家觉得，说那个刚好跟妈祖生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就是带着这样子的喜悦跟祝福来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有这样子的，虽然我觉得开始短短合作的开始，然后就有这么好可以看到白海豚出现，其实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跟开心。白海豚呢，它在生活的环境是要相当的优质的水质，所以这代表呢我们的护育维护以及我们整个海洋的生态呢是非常的好。也感谢我们的渔会啦哈，有这舰队来做一个巡查护育，然后我们17号也要怎样，鱼苗要放流。所以呢，这也是大家的努力之下，才有这样的很好的海洋生态。所以也代表了怎样马祖鱼对我们的祝福，也是马祖对我们的祝福，也代表大家的用心的展现了这次活动除呈现台南海洋保育与渔业富裕成果，现场也展示海洋废弃物清除及未来将前往南区外海办理鱼苗放流活动。现场也有在地渔民所组成永续舰队现身响应，展现中央、地方与渔民共同守护海洋决心。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第80届全国橄榄球锦标赛落幕，台南市明德国中橄榄球队男子组、女子组双双获得全国季军。身为大学长的台南市议员沈正东特地送上蛋糕祝贺，也呼吁市府体育局能够重视橄榄球选手在训练过程及参赛方面的需求。
传，过了！有橄榄球界南霸天之称的明德国中橄榄球队，在今年第80届全国橄榄球锦标赛与实力强劲的台北市南门国中交锋。虽然最终惜败得到季军，但能连续3年稳居全国前4强，相当不简单。连女子组都获得相同的成绩。学生的在防守端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在进攻端只要掌握1、2颗对方比较有失误，或是我们可以掌控的进攻权的话，我们就可以拿下这场胜利。所以每一场球赛，我们并没有办法把分数拉得很开，但是选手都是在拼到最后1分钟。选手努力练习的成果让教练感到欣慰。身为大学长的台南市议员沈正东，更是特别定制了1块大蛋糕和珍珠奶茶，送到学校给学弟妹们加油打气。同时也呼吁市府让选手们能获得更多橄榄球资源，在台南发挥潜力。橄榄球队其实在国中的阶段当中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高中因为没有升学的更好的管道，所以都送到了这个其他县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成绩上的一个这个喝彩之外，也要请体育局能够正视未来3级的这个橄榄球队，以及未来可能到大学到未来职涯，希望国家可以重视这样的一个体坛的一个新兴的这个运动项目。对此，体育局表示会滚动检讨，同时将建请橄榄球委员会与校方共商台南市橄榄球运动的发展。明德国中也将持续深耕基层，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接触这项充满挑战与热血的运动。记者周怀谈的报道。世界地球日，同时也是海淀国小小台江的成立纪念日。台江河流读书会20年前结合在地社群，发起台江河川守护行动，并将每年的5月第1个星期日定为台江水日，号召民众沿着嘉南大圳骑乘单车前往乌山头水库，以实际的行动倡议爱乡护水。至今已经持续20年，也促成山海圳及嘉南大圳国家绿道的发展。今年是台江水日迈入20周年，22日上午在海淀国小举行授旗仪式，由台南市水利局副局长詹义清代表授旗给小台江们，为师生长期投入河川巡守与环境保育行动加油打气，象征守护水资源的使命持续传承。爱乡护水，活动成功，赞！沿着嘉南大圳一路往上走，可以了解到我们台江的一个人文历史跟它的一个河川地貌。我相信对于你们，对于爱护这块土地、保护这个环境，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想象，跟一个未来的愿景的一个发展。那我知道，我们小台江跟海淀国小在我们嘉南大圳这边对于环境的部分也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对于环境的一个污染的一个寻找跟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有水资源利用的部分，大概都有做一些了解跟讨论。那我相信这次的活动，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在未来的人生里面，这一段壮举一定可以成为你们未来人生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社区大学台江分校表示，台江水日结合台湾自行车日，由海淀国小小台江、长安国小水长安、台江分校绿道志工、长荣大学河川保育中心以及在地巡守队共同推动。20年来，从校园与社区出发，沿着山海圳国家绿道骑行至乌山头水库，来回约70公里，已成为台南重要的环境行动日。日本姐妹市那珂市市长仙崎光更是连续3年参与，展现跨国共同守护水资源的重要意义。这条水圳是在当前还未变做国家绿道，那是当然，伊就变做是咱台南市最重要，嘛是中最重要的三海圳国家绿道。咱台南市因为这个爱乡护水的行动，守护溪圳港，形成2条国家绿道，一条是水圳，一条是三海圳。这嘛是咱台南市第6市的一个骄傲。那么5月初3，咱小台江这些亲师生包括这些大学，中英大学。个咱日本的朋友，中安国小等等，这些朋友，大家做伙然后发起爱乡护水的行动，一直当来安尼
5月第1礼拜，安尼骑车去到乌山到地库，来提倡着咱爱乡护水的这个精神，这是足好的本土教育，嘛是一个环境教育，值得咱全体的这个市民啊，会当哦做伙来行这条绿道，来熟悉着咱在地台南、咱台江、咱山海圳的水啊甲美丽。我们小台江所自发的已经第20年的台江水日，那目的是在爱乡护水，然后呢，我们预计从学校骑到乌山头，这是我们每年的5月的第1个星期天所要做的事情。那已经20年了，我是觉得相当有意义。那今年人又特别的多，日本友人也一起来到台湾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想相当有意义。校长郭芳珠表示，小台江长期以行动实践爱乡护水理念，20年来持续将水资源保育观念向下扎根。适逢小台江迈入第21年，未来也将持续深化环境教育，培养学生具备公民责任，成为守护台江的重要力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北市日前举办2026 FRC 休士顿世界决赛授旗仪式，由市长侯友宜亲自为即将远征美国总决赛的师生授旗加油。今年新北战队表现再创巅峰，共有12校投入 FRC 国际赛事，累计抱回23项奖项。其中南山、树林及锦和高中等6校5队成功晋级休士顿世界总决赛。除了写下台湾史上最多队伍挺进 FRC 总决赛的纪录外，更展现出新北科技教育与跨域人才培育的成果。3、2、1，请授旗。参赛学生代表从市长侯友宜手中接下新北市的锦旗。这群新北代表队即将在下周出发美国休斯顿，参加2026 FRC 休斯顿世界决赛。今年新北代表队的表现亮眼，共有12校参与国际赛事，累计夺下23项奖项。其中南山高中、安康高中、格致高中、树林高中、育德高中联队及锦和高中等6校5队成功晋级世界总决赛，创下台湾史上最多队伍晋级纪录。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下场观摩，在学生的指导下操作起机器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自109年起已投入超过6000万元推动科技教育，今年更加码提供晋级队伍每队40万元的补助，并整合近70家产业资源，提供技术与经费资源。新北市在推动 AI 教育非常的成功，光今年在机器人大赛参加 FRC 的比赛的世界联盟过程当中，我们拿到4座亚军，23项的国际奖项，可以是说全国第一。那这一次到美国休斯顿的世界杯 FRC 的决赛，我们新北市有5队能够代表我们的国家到世界来比赛，也是全国最多的学校。那这5个队，不管是南山、格致、安康、锦和，包括树林跟育德的联队，对机器人的比赛都非常有经验，也得到很好的成绩。我相信新北战队世界夺冠，我相信新北一定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所以新北市这几年在 AI 的教育过程当中，在 FRC 的比赛夺下了将近6000万，同时谢谢企业给我们的鼓励，有将近900万。希望世界夺冠，让孩子们能够在机器人大赛里面，让我们台湾被看见，加油！活动现场同步展出各校在国际赛的23座奖项，并由学生操作机器人进行展示，呈现 AI 与机构整合应用的成果。那透过与国际间队伍的交流，我们能够学习到如何，能够了解到不同教育文化下的思考，对于工程以及科技的思考方式。那另外我们在比赛中也可以与国际间队伍进行交流以及切磋。那同样也感谢新北市政府以及各个赞助商对于我们新北市队伍的帮助。首先很开心市长能来到这次的授旗典礼，然后我也很高兴能在当代表，然后能让市长知道今年比赛的一个机器，然后还有我们是在做什么，然后
谢谢他可以体验我的知识。很开心我能就是参加到 FRC， 因为我本身的兴趣其实在学校其实学不太到，所以我很开心能参加 FRC， 然后学习课本以外的一个知识，然后也有一些实际的体验。新北市府也颁发感谢状给企业赞助单位，展现产官学的合作能量。新北市教育局表示，今年新北队伍在美国、土耳其与上海等赛事中表现突出，不仅夺得多项冠亚军，更在工程设计与创意领域展现实力。未来教育局将持续深化科技教育，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人才。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响应4月22日世界地球日，桃园市第一座专业的野生动物救伤收容中心于21日在八德区大南森林公园正式揭牌启用。大南森林公园前身是保育总队的旧营区，过去因为发现一级保育类动物黄鹂鸟而完整保留。如今市府更斥资2000多万元，将营区的旧修车棚与贵宾室改建为专业的动物诊疗与复健空间。市长张善政表示，中心将提供24小时的救援服务，要为都市里的野生动物打造最温暖的避风港。走进占地16.6公顷的桃园八德大南森林公园，园区内绿意盎然。为了进一步保护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桃园市首座兼具救援、医疗与收容功能的野生动物救伤收容中心，选择在这里落脚，并在21日正式揭牌启用。桃园市长张善政亲自出席，见证市府在生态保育上的重要里程碑。那么大家都非常关心野生动物的照护。我们在去年1年就救助过超过2000只不同的动物，其中90%是鸟类，其他还有包括山羌、穿山甲、食蛇龟等等哈，非常多元。那么其中这个保育类动物就差不多快要100只。表示说我们桃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正式成立这个救伤收容中心，希望在桃园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保育上面往前再跨一大步。尤其明天就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希望说在大南森林公园这个强调生态的这个公园里面设立这样的一个收容中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市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野生动物保育上面往前跨了一大步。尤其是这个收容中心将来还可以让学校来做参观，对于小朋友们的这个野生动物的爱护跟教育也有非常大的功用。为了妥善活化空间，市府特别将旧营区遗留下来的修车棚与贵宾室重新整建为专业的诊疗手术室以及复健收容所，这样结合民间专业与公部门资源的设施，也获得中央的高度肯定，认为这是推广生态教育的绝佳典范。市政府能够结合民间单位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救伤中心，其实是在专业技术上面，还有在认知教育上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哈。那因此我们也觉得这样子一个典范应该可以让其他的相关的地区哈来做一些学习。那这是非常赞的一个这个措施。未来这座救伤中心将交由桃园市野鸟学会等专业公益团体协助营运。农业局指出，建制这中心投入了2000多万元经费，未来每年也将编列营运预算，而将中心选址在都会区的心脏地带，不仅交通便利，更是为了争取抢救高新陈代谢鸟类的黄金时间。那未来我们每年还是会编列大概300到400万的经费哈，来维持整个维运哈。那我们的所有的野生动物的救伤哈或收容哈，全部都是由我们市政府哈还有跟我们一些这个公益的一些团体哈一起来负责哈。那我们也希望民众多利用这个机会哈，那只要发现任何的这些野生动物需要救伤的话，可以拨打市民专线1999哈，我们就马上会请我们的承办单位哈，就是我们的鸟会人员哈，到现场来做一些救护啊，带回到我们的野生救护中心哈，来给它复健啊，让它早日回归大自然。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许多民众面对野生动物，常常会用人类的视角做出错误判断。尤其现在正值春季鸟类繁殖期，民众如果在路边看到幼鸟，千万不要随意带回家喂食。
这只鸟可能正在学飞，你不应该把它带回家，带回家是绑架人家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有方法打电话给我们，在我们的指导之下，让它能够迅速的回到它妈妈的身边，亲鸟的身边。那如果这只鸟真的受伤了，那没办法，我们建议你就纸箱子固定保定，或是有些野生动物把它处理好，再经过打1999，我们会直接跟你电话联系，然后透过在这么好的位置，很好的非常棒的交通，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是24小时都有人在接听电话，比如说野生动物有问题了，打电话给我们，打1999，我们都会找到人，甚至把它接过来到这边来就医。放在市区，放在都会区，因为在都会区里面，民众他可以很便利的把鸟类或动物送过来，它的鸟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的快。如果你留置1-2天，留置超过几个小时，它可能就生命就没有了。那如果透过很及时的救援，很迅速的救援，这里有医生在这边值班，很迅速的救援，那鸟类所复原的几率就更高。救伤中心不仅提供24小时待命的救援网络，未来也将建立分区收容与物种分类的照养机制，并规划开放学校预约参观，将生态保育观念向下扎根。在世界地球日前夕，桃园市用实际行动向外宣告，城市发展与野生动物绝对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存。记者李承浩桃园采访报道。桃园是桃园区唯一标准11人制规格的中路足球场，因为初期规划设计不良，场地坑洞密布，碎石遍地，球员使用上有安全的疑虑。在立委万美玲的争取下，运动部核定7300万的预算改善，并在21日举办说明会，听取地方意见。整体的工程预计在今年底完工。立法委员万美玲21号邀集运动部、桃园市教育局、体育局跟在地多间学校代表及民代到桃园区中路足球场举办说明会。这里是桃园北区唯一的标准11人制足球场，但因为初期规划设计不良，场地坑洞密布，还有许多碎石，使用上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立委争取了7300多万的预算经费，要改善场地，预计今年底完工。那这一块呢，因为早期这在这个设计跟施工上面有一些瑕疵，所以呢，大家刚才可以看到，不管是有很多的石头、砖块、小碎石等等那造成我们选手或者学生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不安全，因此急需要翻修。那么前年开始起，我们就跟当时的体育署、现在的运动部呢，争取整个翻修的经费。那终于在去年呢，中央核定了这个7300万。那这其中呢，大部分的部分是这个运动部来支持，然后我们这个桃园市政府呢，大概是2900万的自筹款那所以呢，中央地方一起来合作，我们现在也开始要发包施工了。我们预计1年的时间就可以让我们这个中路足球场有一个崭新的人工草皮球场。说明会中特别找来桃园区19所有足球队或社团的学校代表与会。中信国中教练表示，这个场地初期更可怕，真的是满地碎石。也建议如果要改善重新规划，可以将场地利用最大化，让选手除了赛场也能有暖身的空间。我们在比赛当中，我们需要热身，也需要其他球队需要热身场地。对，因为他们在比赛，但是如果我们搬在这里，那我们也没有热身场地可以用。对，变成说小朋友可能会没有热身的地方可以热身。那如果可以把场地做到最大化的话，就是连旁边所有的草皮、花圃，包括那个斜坡，全部都把它撤场掉，全部都把它撤掉，然后把网子围到最外面，包括这一个休息室都把它围起来。那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室内的一个类似像管理室一样，那所有都把它做到最大化。那场地我们一样画靠过去一点。就变成说那边斜坡下去的土要把它填上。此外，国中足球队教练也建议增设高台座位区跟拍摄区，让足球场不只是用来训练，也可以举办大型赛事，甚至做直播转播。如果说以后这边要办一些国际赛事的话，一定是需要直播区。像家长会录影嘛，那我们不可能一直他们都在周边的环境。那如果说把这边用到最大化，是不是也可以设置一个高度？让那些直播的看台，或者是家长他们那些家长直播，家长或者是你办赛事直播也会，就是可以做一个区隔嘛。那因为他们在拍摄的话，你网子架的比较高，那他们在直播上面一定视觉上是会受到限制。那些没办法到场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观看上面就会有一些落差。
桃园区中路足球场市府已经启动改善工程规划设计及发包作业，未来将进行人工草皮更新、排水系统改善及附属设施优化，并新增夜间照明设备，预计在今年底完工，将大幅提升场地的品质，提供更安全完善的足球运动环境。记者赖伟一同报道。迈入第29届的土城桐花季，今年以桐花转运站为主题，打造为串联现代都会与客家山林的城市登山口。周末在捷运海山站广场热闹开跑，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开幕活动，邀请民众一同踏入这座充满春意与文化气息的转运站，享受城市疗愈的慢活派对。新北市客家局长刘冠莹难得开金嗓，唱起客家歌曲来吸引台下民众听的是如痴如醉。迈入第29届的土城桐花季上周末热闹登场，今年以桐花转运站为主题，首都将主会场移至捷运海山站广场，打造串联都会与山林的城市登山口。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出席开幕活动，邀请民众在春日微风与桐花飘落中，感受从城市喧嚣转换到山林静谧的疗愈氛围。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桐花季不只是赏花活动，更透过规划桐花健行步道，串联新北各山区路线，让民众能从市区出发，走进自然山林，体验慢活与生态之美。新北桐花季由土城开始，已经走了29年。那今年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特别规划了桐花健行步道，有7个区域，除了土城、莺歌、新店、深耕、石碇、瑞芳、新店，大家一起到我们最美丽的桐花步道来走一走。那我们也同时对哈客馆来凝聚我们新北市67万的客家族群，来传统文化的研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今年底就会完成11间，未来会完成15间。希望我们客家族群在所有的哈客馆里面，能够对他们的语言、文化、技艺都能够延续下去。而土城区长周敬平则指出，今年土城桐花季活动迈入第29届，首次将活动场域延伸至捷运站前广场，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同时也不忘持续推广桐花公园的桐花步道，鼓励大家一起走进山林，亲近自然。土城桐花季其实是全台湾第一个举办的，所以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的意涵。那我们今年呢就更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已经迈入29年头，即将30年了，所以我们第一次从山上，然后移到我们新完成的海山捷运站的广场，这个地方才在今年初完工。那整个场地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在这边来办我们的桐花季也相当的好。你看今天非常的热闹，很多的摊位，还有很多的民众都到这边来。那当然，我们除了在这边，我们在山上也有设点，我们没有把山上忘记，主要还是要到山上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土城的桐花非常的漂亮，相当的美，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欢迎到我们的桐花公园，还有到我们山上天上山也好，还是我们所有的山系，我相信可以让大家看到非常特别的桐花，也可以来看看不一样的土城。活动现场除了邀请金曲歌王罗文玉等艺人开唱，并结合客家、原民与在地学校团体的演出，展现多元文化特色。而人气吉祥物发筒奖也现身带动气氛，吸引大小朋友互动合影。而新北市客家事务局今年更推出全新客家 IP。透过创意设计与装置艺术，让活动更具新意，并结合拍照打卡抽奖活动，提升民众的参与感。我们今年的7个区域的健行的规模范围比去年大蛮多的，因为以往那个去年没加入的那个石碇，今年也加入了。不对，对不起，这段让我讲。去年没加入的深坑呢，今年也加入我们桐花小旅行。所以除了旅行的范围比较大之外，我们今年也有新的客家 IP， 就是发筒奖的出现。所以它在每一个区域都会出没，然后跟小朋友互动，带大家去健行。不管是客家品牌的 IP 化，或者是旅行的地图，都比往年的规模再更扩大。我们的那个
个打卡的话，就可以换小礼物，然后还有如果你有跟发筒娘拍到照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野餐店的抽奖，然后还有很多抽奖大的，包括 iPad 或者 iPhone， 就欢迎你们来带回家。除了舞台表演，现场也设有童玩体验、市集与 DIY 活动，并推出几点抽奖，让民众在赏花之余也能享受多元互动体验。园区公所表示，希望透过桐花季活动，结合文化、观光与自然生态，让土城能成为大台北地区重要的春季旅游据点。记者肖世荣新北场报道。基隆正滨渔港彩色屋是著名的打卡圣地，但在缤纷的外墙对面，竟然有间神秘的防空洞餐厅。老板9年前从美容业跨行餐饮，凭着一股热忱，将2战遗留的避难岩洞改造成冬暖夏凉的用餐空间。透过镜头带您走进这座岩洞中的美味基地。缤纷的色彩屋对面推开餐厅大门，别有洞天。粗犷的天然岩壁直接成为装潢，这是2战时期留下的防空洞。特殊的地理构造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造访。它是在防空洞内，冬暖夏凉。你夏天来不会热啊，就算店里面没有开冷气，开电扇也觉得很凉快。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店里面服务很亲切。主人苗许静原本从事美容行业，顶下这间店后，他从餐厅门外汉一头栽进料理世界，钻研每一道功法。前期的话，我是都在做打品，那时候日子很苦就是要边顾小孩，然后边创业，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想法。那是到后来比较有盈余，然后小孩子也大了，才会发现说，原来我们的防空洞是只有我们这一排才有对，才有比较去了解到这边周边的环境，所以就会去跟新兵山像一些比较文创的业者去做一些结盟。墨鱼炖饭比较麻烦。招牌墨鱼炖饭选用好友渔船第一手现捞渔获，处理海鲜后采取先煎后烤，锁住鲜甜。最重要的是墨鱼酱汁是用墨鱼囊袋精心调制，让每一口米饭都吸饱大海的精华。它的海鲜很新鲜，而且那个面的口感非常好。这个不用去意大利就可以吃到纯道地的意大利面，最少省来回机票38000。所以非常好。我要是有好朋友，我都会介绍他来到这边吃。对，这是基隆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意大利面。而茄汁鸡肉面则是慢工出细活，鸡肉需要用特制香料腌制2天，接着将先煎后烤的鸡油拌炒意大利面，堆叠出丰富的层次。就是我们店里比较多人点的茄汁鸡肉面。先煎过之后，会再去做烤的部分，让吃起来口感比较不会无聊，会比较有层次感。另外，这一道干式清炒的蒜味贝柱面，则是透过不断的尝试，才找出蒜头与辣椒的最强比例。我会是比较喜欢就是蒜头多，然后跟辣椒味多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道是我自己网络上跟还有试做几次之后，然后所研发的。它虽然是清炒类，然后没有酱汁，但是我觉得是最难的部分。紧邻色彩屋与阿根纳造船厂，这一座防空洞餐厅卖美味外，更展现了老板转型创业的韧性与在地共生的期盼。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基隆市政府教育处新规划的田径场是基隆史上第一个通过国家级认证的田径场地。之前需要透过中华民国田径协会来认证，过程十分严谨。让我们透过镜头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画面上就是中华民国田径协会3月中旬到基隆新的田径场进行检测的画面，由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场地器材认证委员会召集人张惠峰教授带队进行最后的现场检测阶段。而担任检测认证的中华民国田径协会表示，田径场地有没有经过国家级认证，对选手的成绩来说相当重要。有国家级规格就可以举办全国性赛事，并承认破纪录的成绩。事实上呢，田径场认证呢是田径协会将近20年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哦，那就是协助我们全国各县市，甚至于是其他的大专院校，在田径场的品质上的把关是非常重要的。那有认证的场地，第一个就是它的距离，它的距离是正确的。那你竞赛是公平的啦，所以每个场地的距离一定是一致的啊，100、200、400哈，然后1500，每一个项目它的距离都要是非常正确的。那第二个就是它的跑道的平整度啊，不会因为跑道的不平造成选手的运动伤害，它的摩擦系数啊，它的弹性啊，这个都是必须经过世界田径总会认可的实验室出具证明，它才可以通过国家级场地的认证。然后再来第三就是选手在这个跑道上面的还有田赛部分，就是田赛部分的所有的项目也是都要符合我们世界田径总会的规范。那这个场地认证通过之后呢，它的成绩如果是破纪录的话，我们才会承认。我们是看这个弧线，它是7公分，然后这个犯规线也是7公分宽，然后75公分长两边，然后这个4公尺的那个裁判判定的那个。对基隆在地的体育选手来说，有一个国家级认证的场地，对他们的实力累积也相当关键。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他习惯的运动的场地，而且是标准的，他不会受到运动伤害的威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再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熟悉，那你在这边比赛，你的成绩应该是会进步啊，对不对？你不需要跑到别的地方去适应别的县市的场地。舟车劳顿，对不对？这个对，所以我觉得在自己的家中就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场地，我相信是每一个基隆市的小朋友、运动员的福音啊，因为他就可以在你们这里自己去熟悉每一个运动项目。原来标准场地是这样子的，他即使是在其他县市参加其他的比赛，他在自己基隆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了，而且对这周边居民也是很好的事啊。对，就让这个场地感觉很活络，虽然是多雨的地方，但是还是有运动的权利。许多基隆民众对于这个新的田径场的进度与内容亮点都相当关切。通过正式国家级认证之后，期待新的田径场可以成为基隆市的体育选手练习比赛以及全民运动的好地方。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北市艋舺服饰商圈促进会携手爱心企业举办捐血活动，民众只要捐血就可以获得亲子乐园的门票，吸引了许多家长前来捐血，不止替血库补充量能，也带动了商圈人潮。捐血车上，民众纷纷挽起袖子，捐出一袋袋热血。台北市艋舺服饰商圈促进会固定每3个月举办的捐血活动，吸引爱心企业共同响应。这次由亲子乐园赞助，民众捐血就可以获得免费门票，同时也带动商圈的逛街人潮。其实我们单位呢，已经持续这个捐血活动已经大概快6年了。我们就尽我们自己能做的本分之内呢，能够想办法呢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来我们这边做捐血。然后来我们这边捐血了之后呢，除了捐血之外，也可以在我们这边服饰商圈这边呢，好好的逛一逛，挑选个漂亮的衣服，振兴经济。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就有来捐血嘛，然后包括我们也有赞助，然后。赞助这个奇幻岛的儿童乐园，也是我们奇幻岛经营的核心呐，就是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做公益，那今天的活动，我们赞助的券也都是完全免费的，可以有一个大人一个小孩，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公益捐血。现场捐血民众也分享，捐血已成为习惯，不仅有益健康，也能帮助他人。也有人受到赠品吸引，带着孩子一同参与，让公益更有动力。以前就有固定在捐，只是生小孩之后很久没捐了。对啊，有阵子身体不好也没有捐啊。今天是刚好今年还没捐啊，为了他过来的。因为第一个是健康啦，然后第二个就是又可以帮助到别人，觉得对，就痛一下下就对。对，定期会捐血。怎么会想说都要来捐血这样？我觉得对身体比较好，然后可以做爱心帮助别人。
有捐血习惯的中正万华区市议员参选人张明佑也特别带来康乃馨替活动加油打气，呼吁民众踊跃挽袖，让善的力量持续扩散。我们那个伟志哥呢，他非常用心哈。那有一段时间就会办一次捐血活动。那这一次因为我戴牙套，所以依照规定呢，只要做牙齿矫正就不能捐血。那所以这次很遗憾。可是呢，我特别带了康乃馨过来，也呼吁大家尽量的要捐出你的热血。透过企业与商圈携手合作，捐血活动成功募集到许多热血。台北市蒙甲服饰商圈促进会也将持续举办好康捐血活动，欢迎民众一起来响应。捐血助人最开心。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基隆市安乐区的四维公园十分热闹，由基隆市府儿少处主办的山海基隆同心启航活动，吸引了近千名民众共襄盛举。现场除了有闯关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童军会手工搭建的赤猴工程游具，像是猴子桥等设施，都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长长的竹竿配上扎实的绳结，这座最具挑战性的猴子桥成功吸引大小朋友来挑战。由儿少处主办的山海基隆同心启航活动，吸引近千人次到四维公园，相当热闹。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放下手机。然后，而且今天的游具其实都有点挑战性，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的承担完成这个挑战。那我们完成挑战也有小小的徽章送给大家。原本准备的闯关卡和小礼物，因为人潮超乎预期，下午2点左右就发完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猜那个老地名，太简单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猴子桥，因为它可以挑战我的胆量。除了孩子玩得开心，现场还有重量级的嘉宾哦。我的宠物2只鹅，大家有看到这2只鹅？我也把它带出来公园散步，让大家认识这个鹅的这个状态是什么。看到社区火热，地方人士感触良多。我们这边里长，我们的志工平常对这个公园的，也是对我们这个公园维护的肯定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儿少处。我觉得这种游戏呢，应该让周边然后居民还有更多的孩子知道这个童军的活动，然后跟这个大地游戏的活动。那也感谢我们儿少处跟我们基隆市童军。我觉得市政府用少的经费跟社团一起来办这个活动，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意义。基隆市童军会以竹材打造游戏空间，推出赤猴工程体验，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合作、挑战自我。基隆市童军会很高兴可以跟儿少处服务，那我们这一次是准备的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就是希望让小朋友可以暂时可以脱离3C，然后用比较简单的就是竹子跟绳结搭出来的游具，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山海基隆同心启航，用最朴实的童军工程，为孩子们在城市公园里打造了一场充满汗水与笑声的冒险之旅。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品荣，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